继续要来讲卤肉饭，一碗若卖60块，就已经真贵咯。想不到台中有一间老字号的饭店所卖卤肉饭，一碗竟然要150块，这真正是狂金的卤肉饭。咱的记者专工去买一份，拍开一个看。 有6块肉加上2项的配菜，这毋是一般的卤肉饭，所以就有人讲，这号名号唔对啊，这无应该叫做卤肉饭。民众抛出一张黄色菜单，卤肉饭150块，搁写头一摆看到会当含别哩大兄变坐起来卤肉饭，下开老花真侪人拢讲贵三三，搁有人的目睭真歹。虽知影是台中一间老牌子饭店卖卤肉饭，就很贵啊，但我还是不会去吃，因为正常传统大概落在50、60块之间吧，听到150块的话会蛮震惊的。大部分的民众听到拢讲夭寿贵，一般卤肉饭的便当以台中价小伫咧65块左右。 那么配菜差不多是40块，啊，这间老字号餐厅卤肉饭卖150块，价小差超过80块，咱记者就买一份，拍开看名咧。哇，这是什么面啊？内底肉底到6底，便当起啊就占一半，够淡薄去接配芳皮，加上2项配菜，和一般所领地的卤肉饭无啥共款。还蛮划算的，我觉得是空霸本。你觉得它名字应该换一下？我觉得应该换一下。应该像肉排，我不会觉得贵啊，因为在台中它的便当价位就比较高。排骨饭吧，对，因为吃习惯了。 有人感觉真贵，不过嘛有真侪人看到菜色，感觉对得起这个介绍，只是需要改一下名，因为大部分认为卤肉饭就是爱生做这款，肉油啊加卤汁搅伫咧白饭顶，不过无共所在，有无共做法，嘛有无共款的名称。亲像伫咧台中用加肉菜叫肉臊，切做较大地就叫做卤肉，三层肉都会叫控肉，北部叫卤肉饭，南部叫肉臊饭，其实食起来口味差不多，只是叫法无共款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